交通的方面，继续来看台铁北回线、花东线登起。目前花莲到瑞水是有安排公路客运的载客。因透早上下班时间，这新北4颗车头是由电车线登起，车帮是拢有慢分。透早去到台铁花莲车头，所发现无车通好坐。风台过了后，花莲到台东这段原底要恢复营运，不过因为隔岸到志学这段有铁基路变形去，富源到光复这段电力设备受损。花东线赶来当停驶，赶紧修理。那你现在是要上班的人？对，所以可能需要请假。昨天一天没通可以理解，台风正在走，今天也是都不通，而且最大的问题是你现在 stuck 在了，哪都去不了了。台铁表示，考虑旅客疏运的需求，花莲到水尾派公路客运来载。早起7点12分发头一班车，花莲这边全4台巴士，水尾有2台巴士来载人客。会看情形调整车帮。因为刚才抢修的过程当中，发现3名比较有困难，所以我们现在临时把接驳车的任务延长到1点。除了花东线以外，北回线嘛因为水泵线路未通，趁风雨有较歇，大型的机具去到灾区修理。台铁估计，苏澳新站到花莲站初一也无法度修复。花东线花莲到台东是要拼初一下晡3点抢通。不过前一天传出台铁要求人员透风路后去修理，交通部长陈世凯讲，会请相关的单位注意安全。这次的台风呢，同时又合并昨天晚上发生了这个花莲的5.5级的这个地震，尤其是花莲往台东要往南回的这个路线，我们预计台铁公司在同仁的这个安全的前提之下，希望能够在下午的3点能够抢通。风台扫过，透早石科站西正线因为受到强风的影响，电车线有断去，敢若剩1线，早起7点半修复。通勤的时段，各站的车帮真侪拢有慢分。也若代替订票的系统，31暗时嘛，因为受到风台的影响，台电供电无稳定，降压造成持续跳电，影响卖票的主机。修理了后，伫初一透早3点恢复正常运作。台铁表示，付款甲领票的时程会慢1天，造成旅客不便，感觉真失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